今年台南的国际飞龙船锦标赛因为奖杯的设计有争议，有民意代表就批评讲，这个设计唔但无台南，嘛无龙船的意向，甚至佫是中国货。台南市体育局表示讲，这是承包商出包，因会来定做奖杯。 飞龙船比赛选手拼色咧白，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，诚侪的市民甲游客关心。不过今年比赛结束，却因为奖杯设计引起争议，有民代批评今年奖杯唔但无台南意向，连龙船的元素都无，互人质疑那是中国网络买的公版货。实际看奖杯下面大大记写 Made in China， 互选手感觉足失望。无迄个心去做这个活动安尼啊，所以莫怪我想讲，莫怪队愈来愈少，然后比起来嘛愈来愈无感觉。 可能今年特别准备有拿到名次，结果看到很没有纪念价值，就是希望大会能不能说做补剂或者是沿用之前厂商的设计。沙掉的这个奖杯是 Made in China， 就是中国製，刷来了后，淘宝顶款一查就买会到，你叫这这个选手情何以堪？参加10几档的选手讲，干那训练就要2-3个月，参加比赛对因来讲是一款荣耀。因为这回奖杯无论是材质外形，拢参1年差真济。嘛讲今年奖金变少，赛制嘛改变，连龙船的专家的经理嘛真凊彩，低数真济选手拢去外县市参加。体育局表示，因为今年外承包商无注意到这安尼生，后续会个定做。像今年龙舟船只的整理方面也很随便，旁边灯条的装饰也没有处理好。今年很多选手在下水练习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被他旁边的螺丝刮伤。在当天晚上就跟厂商讲，就马上要重做奖杯来发给我们这些得奖的这个单位。另外，李总任就披上旗帜，比赛现场有市集，讲会有特许参国际特色，实际上煞有南中国际的货，因认为无解妥当。针对争议，体育局回应，确实有需要改善。市府嘛强调，未来若办大型的活动，会更加严格审查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